今天来喜来登酒店演出，走吧，镜子。从小到大就一直听说喜来登酒店，知道它是豪华酒店，但是从来没来过。今天是这个公司的邀请，海顺之夜。看看喜来登的化妆间，还是相当大的。经常有粉丝好奇说，你们平台演员是怎么接到各种类型的演出的？今天我来告诉大家，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生存基本守则。如果你想从事评弹这个行业，那么你从评弹学校毕业的第一天起，就要把你的个人资料，还有你自己的照片，当然拍的要帅一点，女孩子要拍的漂亮一点，挂到苏州排名前10的传媒公司。这样的话，有什么广告合作啊，或者电影电视剧，大家看到里面有些地方需要用到评弹的，就会有人来联系你。像婚宴、寿宴、升学宴，还有这种公司团建之类的，那你就需要把你的个人信息挂到苏州排名前10的婚庆公司。专业人做专业事。Nice。我们可以先吃半小时，演出在后半场。也是我们 CTS 中国区总经理肖律总，下面有请。来演出前，我们只知道是公司团建，但是不知道它是一个上市公司。大 A 上可以搜到的，好像是做医疗器械的。雨后多为谁你高手身为海谁子一不终身一不终身大可舍。演出结束，回家了。